又嚟蒸年糕啦！早2日整嘅椰汁年糕，個個都話好食。今日繼續做個更加簡單嘅原味年糕。呢個配比蒸出嚟，甜度適中，軟糯煙韌唔黐牙，放到第2日都唔會變硬㗎。全程唔需要手黐麵粉，用筷子撩一撩就可以輕鬆搞掂。煲度放入200克嘅紅糖。如果你都係買到呢種偏淺色嘅片糖呢，就好似我咁溝返啲深色嘅紅糖落去，倒入450毫升嘅清水。鍾意食薑味嘅，呢度可以加返幾塊薑落嚟添。將啲糖煮溶煮滾之後，擺埋一邊攤凍備用。如果你屋企有靚嘅水磨糯米粉同澄麵嘅話呢，可以照屏幕上嘅比例自己嚟溝粉。冇嘅話，建議你哋好似我咁一步到位，直接用呢個白沙嘅年糕專用粉。佢裏邊已經調好咗比例，唔使我哋自己記配比去市場逐樣質咁麻煩。計落性價比高得嚟，用佢整出嚟嘅年糕放到第2日都唔會變硬㗎。視頻左下角嘅優惠鏈接，到手係2包㗎啦。倒入頭先攤凍咗嘅紅糖水，啱開始啲粉未打濕之前呢，冇咁容易撩開嘅，唔好懷疑，都唔好另外加水，好快就可以撩成咁樣絲滑嘅狀態㗎啦。呢個時候加入30克嘅粟米油，你用花生油都得，就係食出嚟油香味會重啲，會比較滯咯。繼續將啲油撩勻勻之後，粉漿就調好啦。蒸盤嘅底部同四周掃一層薄油，防止黐底。我呢個係專門蒸年糕嘅內高溫 PP 模具，可以重複使用㗎。攞高少少，倒入啲粉漿，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中間嘅大氣泡。水滾上鑊開始計時，全程中大火蒸佢25分鐘。完全攤凍之後，輕輕撳一撳個邊位就可以輕鬆脫模㗎啦。係咪好簡單呢？咁樣蒸出嚟嘅年糕，軟糯煙韌唔黐牙。我呢個已經係放到第2日嘅狀態啦。呢個配比比起出邊食嗰啲係減咗糖量嘅，微微地嘅清甜，蒸嚟食又得，煎嚟食又得。做法咁簡單，講得咁詳細，都睇到呢度咯。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